阿弟啊，你拄仔伫咧门口口唔出声，啊，搁爱一个满面拢是花的人，你敢惊一着？我的查某囝小玉啊，天唔惊地唔惊，连山顶遐的野兽都唔惊，是安怎惊这个人的哈？阿弟啊，啊，这个人是安怎？哦，我今仔日咧山顶咧抾茶，看到这个人昏倒伫咧路边的，我一眼看下咧，还佫一口气伫咧。我咧想啊，八成是叫野兽咬着，我唔知甲挨倒转来。阿弟啊，啊，你的茶咧？哎呀，我为着要救这个人，遐茶煞囥伫咧山顶，袂记摕倒转来。阿弟啊，迄茶是用外米呢。啊，不过，这个人可能会甲咱食了米哦。小玉啊，你又搁咧教训阿弟啊？咱来先救人要紧，记提金锁药仔出来。是阿弟啊。你是啥物啊？我哪伫遮？公主，你莫后白叮当，假使你后白叮当哦，迄伤袂遐快好哦。莫非是姑娘叫我转来？我无遮尔大的本事啦，是我阿爹叫你转来。原来是林尊大人。那安尼，林尊大人呢？我阿爹去外口抾茶，伊昨为着要救你哦，连茶拢袂记摘转来，所以今日会加抾一寡，可能还我转来。这拢是我唔好，唔才会连累到你甲林尊，小心真是无巧。哎呀，公主，小姐，我唔是讲叫你莫叮当，你看，你的伤搁伫咧疼吼。公主，你哪会甲我看？无啦，我是想讲，伫这个青山野谷当中，竟然有这么水的姑娘，我煞来一时失态，叫做所在，请姑娘你原谅。哎呀，公主，我唔是讲叫你莫学白当，你哦实在是足无听话呢。我莫叮当，我莫叮当，我听你的。真谢真谢，我搁失态啊！死无良心的，气死我！莫生气啦，小玉伊真紧就倒转来啊！这个电话天水，你真好大胆呢！去袂站甲几暝无甲我倒转来。好，你搞啦，你会啦，若再叫我一世人拢莫甲我倒转来。啊，若无好，我做啥物件啦？你听听啦！我咧啥物件，我轮到你来甲我管笑。我人就是安尼啦，我若欢喜，我就是欢喜啦。我若无欢喜哦，我就是要啥物件拄笑啦。落去啦！是。这张天水啊，你死无良心啊，死无人口！一定吼，唔知搁叫倒只，互你才甲我袂去啊！无要紧啦，你若好大胆哦，甲对不起恁祖母，你若倒转来，恁祖母就对你三年土念做伙，你土啦！夫人，唔好啦，夫人。到底是安怎啦？什么代志都要大声小快啊？无啦，夫人，你看，这块玉佩唔是少爷随身所造的，你看。对啊，这是天水啊随身所在的玉佩啊！你伫什么所在捡到？请讲，讲啊！无啦，我著带全府的家丁吼，四界走做公主啦，是你城外一个断崖前叫到这块玉佩啦。什么？
虽然是走去大业要做啥货啦？夫人，你唔知影，遐哦算大偏僻呢，定着一块野兽出现哦，只有会惊讲伊哦。是。夫人，夫人啊，夫人啊，来宾啊，夫人啊！哎呦，三思，哎呦，三思，哎呦，输啦，输呀，起来，哦，今仔日吼日头真炎，天气真好，上适合来晨跑啦。哎呀，该去哦，你该去，我不爱去，我要搁困。哎呦，输呀！你人吼食到这尔啊大苦，佮这尔啊喊苦吼，应该吼爱加运动者啊。哎是，我大苦吼，那是因为我好命，别免你烦恼吼。啊，你若真是为着我好吼，你就搁互我困，我搁甲我躺，哦，感谢你。我咯，师兄，你莫听人咧讲着吼，讲早起的鸟儿也虫子啊啊！我刚听过早起的虫儿被你追。这个大概，那我怎么不知道？奇怪，啊，这阵啊，你哪只爱困啊？啥物我咧爱困？迄是进前哦，迄客运动主啊附身伫我身上啊，我变做一个迄大裤袋，抓落去，搁闪，搁拍。身躯的骨头拢用来算伊啊！啊，安尼哦，我想你帮你食者，来，好啊！多谢，唔免你加步吼，我这个正头吼，我搁困一下安就好啊！感谢，卖差。恭喜师姐啊！恭喜师姐！恭喜师姐！好，这是要靠样啥？不是啦，是瓜仔做来啊！是的，哪里靠？靠过来一点。嘿，大仔做怎人伫倒位？伫咧大殿呀。天！师弟啊，既然我已经起来啊，吼，那呢，我来处理一寡代志吼。这眠床哦，我已经拢困较少啊，你做你困一下哈。不行，咱来去。无啦，苏雅，嘿，这两个吼，每次都这样啊！你讲话要清清楚楚，唔在讲啥物。好啦，你若爱去，我家己来晨跑，我爱插你。哎呀，因为啊，我看这个办事敢若无啥对头。你看这个女施主吼，安尼架势摆甲遮严啊，人搁闹甲遮多，我看这毋是要来问代志，这一定是要抓代志。我讲，还是莫插口，你今叫小姐点传。对啦，感谢。你看伊模样哦，就是咧门口有老板，感谢你英明哦。对，就是这个情况。我跟你讲，我咧感情是做假，这个代志哦，咱千万是莫插。你叫伊小姐点哦来收拾这个未收煞的代志。是。你好，姓金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姓金你好。我唔是姓金，阮的招牌姓金哦，也咪就出来啊。啥物啊？原来你唔是姓金哦。哼！我就知，这起足歹剃头。刚才我叫小姐点出来，等你哦，好戏通看咯。我要来晨跑，什么代志啊？哦，等这个 case 让你走啊！喂，咱即马来欢迎上有名的姓金出场。哎呀，那是什么高点啊？那是啥物找我着啊？哎呦，姓金啊！夫人，姓金。哎呦，你这聪明精啊！这人家有康无顺的，我这边叫小姐扔出来。啊，无，这么又跪在我面头前，来主播，怎么帮我啊？你知无？
拄啊你摕无愿意的针啊，搁怪我，我真够可怜的。什么你可怜？我属实还做过，我怪可怜。我哪知会变安尼啦？这位女施主啊，我看有啥代志，起讲，起讲啊。我袂啦，我袂啦。假使讲性情你若无答应救我的翁婿吼，就算讲我规世伫遮，我嘛不爱起来啦。啊？哎呦，千万都唔当安尼做！来来来，紧起来，紧起来！哎呦，可怜甲安尼，你有啥物代志，你出去讲出无要紧哈。阮这个性情师弟吼，绝对会想办法替你解决哈。对，迄任何疑难杂症哦，只要阮这位圣人出马，绝对会平安就解决掉。哎，对。是呀，你请，你今日再帮我一条。哎呦，当然帮你一条，你想讲咩？这么多金银财宝吼，啊？唔是啦，我是讲吼，咱两个兄弟这么多年的感情。我帮你一条，要捧上的场呢，对不？哎，女施主啊，你头拄我讲，恁翁是安怎是啊？只是安尼啦，甚知吼，阮翁昨讲要出门啦，讲要去山顶行行，结果吼规暝拢无倒转来呢。我头先吼是讲，惊是伊去外口甲我找查某，我就生气的，你敢知？尾也是家庭倒转来报，我讲吼伫迄断街捡到阮翁的玉佩啦，我是惊阮翁伊。施主啊，你先莫急，先莫哭哈。我算看嘛，恁翁到底是毋是？我是啥物代志啊？你算袂出。对啦，恁翁叫啥名？阮翁叫张天水啦。天水啊，这。